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0年9月初9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21篇，出埃及记13章第1节到第10节，马太福音第21章18节到22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守节。传道书安尼讲天下万象拢有定期，拢有上帝特定的时间。生有时，死有时，灾症有时，满毒有时，杀害有时，医治有时，拆毁有时，建造有时，低哭有时，欢喜有时，哀痛有时，跳舞有时，同房有时，分房有时。亲热有时，冷淡有时；憔悴有时，放弃嘛有时；保存嘛有时，气杀嘛有时；拆离嘛有时，来填补嘛有时；恬静有时，言谈有时；疼有时，恨有时；战争有时，和平有时。这是咧讲到上帝立理的时间性啦吼。守节基本上的概念是遵守上帝的定律，上帝的诫命。咱嘛会当讲犹太人、法利赛人，还是讲祭司，还是遮经学师，因死守遮的诫命有其中真重要原因，就是亲像这个传道书所讲的。守节期好哪参就真重要，但是真重要的毋是守节期的即个本身，乃是迄个伫背后咧创造、咧立理、咧管理的上帝。当咱甲上帝生命的主结连做伙的时阵，咱就有迄个生命的气力甲权柄。有的人掠做马太福音21章，耶稣基督对无花果的咒诅足无够意思的，哪会使因为耶稣巴肚枵搁伫即个无花果顶悬找无着无花果，就来甲咒诅，伊第二天就孤单。提出安尼疑问的人，基本上是无看到即段经文中间耶稣基督教导的真正的内容，就是讲伊根本就是误解圣经的意思。圣经无论伫马太福音21章，或者是伫马可福音11章，拢甲咱讲即丛的无花果是生满叶仔。那照安尼来讲的时阵，应该是伫夏天。夏天生满叶仔是备办要来结果子，或者是讲已经有结果子。但是基督伫即个树仔顶却找无任何一粒的果子。照即个经文的意义顶悬来讲，耶稣枵有另外一种譬喻的意思。咱亲像耶稣基督伫即个另外一段的经文，捌来讲我枵恁互我食，喙干恁互我啉，我做出我的人，恁互我住。这是记载伫马太福音25章35节的经文，表示上帝的国度的工作，也是讲基督徒将来要面对的审判。伫今仔日的经文其实嘛是安尼，亲像耶稣讲我枵恁无物件互我食。咧讲即丛树仔啦吼，用无花果来做譬喻咧讲恁应该伫有结果子的节期内底，恁却无结果子。意思是讲节期到恁却无有成果。要爱伫成果，代表是上帝已经枵啦吼。但是咱煞无结果，就是讲咱空占土地啦。安尼的树仔应该受到医毒就照今仔日的讲法，就是咒诅吼。
因为浪费土地、浪费水分、养分、日头的照，咱咧讲，这拢是上帝的恩典啦。收节期是一丛树啊，伫接受各种的养分，咱讲这是上帝恩典啦、照顾啦，甚至讲上帝的呼召吼。对安尼来对结果子这项事来表现，讲咱的性命是一个有路用的性命，是通好亲像迄个有好的种子会通结出100倍的这个种子共款。如果咱若无结出这种子，就有被剪除的命运。即种的譬如伫耶稣咧讲到2项果子树的教导内底也提到。伫马太福音第7章15节到23节，耶稣基督明白安尼讲，伊讲：借着因所结的果子通认出因来，刺皮敢会当挽葡萄呢？一厘敢会当挽无花果呢？若安尼，既然好树结好果子，就有歹树结歹果子。好树袂结歹果子，歹树袂结好果子。若无结好果子的树，就来甲安那站落来，等伊火哩。所以凭着因的果子，就会通认出因来。这个会通用伫今仔日的经文，无花果树无结果，就是一个无性命的树。伫迄个生满满树叶却无照时结果子的无花果树。好啦，亲像有人咧称呼耶稣基督讲主啊主啊，耶稣讲即种的人袂当拢入天国，只有遐个独来遵行我爸旨意的，才会当入去。遐个照是结果子的人，才会当进入伫上帝的国度。若无，亲像马太福音第17章23节，耶稣基督所讲的。我就明明甲因讲，我从来拢毋捌恁，恁遮会做恶的人离我去吧。迄个就是代表被咒诅的无花果树共款，就失去迄个永远的活命。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0年的9月9号。我们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21篇，出埃及记第13章第1节到第10节，马太福音的21章18到22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守节。传道书这样说到，在3章第1节到第8节，他说：天下万事都有定期，都有上帝特定的时间，生有时，死有时，栽种有时，拔除有时，杀害有时，医治有时，拆毁有时，建造有时，哭泣有时，欢笑有时，哀痛有时，舞蹈有时，同房有时，分房有时，亲热有时，冷淡有时，寻找有时，遗失有时，保存有时，舍弃有时，撕裂有时，缝补有时，缄默有时，言谈有时，爱有时，恨有时，战争有时，和平有时。守节的基本概念其实就是遵守上帝的定律、上帝的诫命。犹太人、法利赛人、祭司或是经学士们，他们死守诫命，或许可以用这个来当理由。但事实上，守节最重要的不是守节这件事情本身，而是守那个节庆是为了要纪念，或是说去遵照创造生命又掌管生命的上帝。当我们的生命跟我们的生命主宰连结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们才拥有那个生命的能力跟权柄。有些人以为马太福音21章当中，耶稣基督所对于这个无花果的咒诅是很没有意思的哈，
他们说怎么可以因为这个耶稣基督肚子饿了啊，在无花果树上找不到无花果就咒诅他，然后让他第二天就全部的枯干了啊。提出这样问题的人，基本上是没有看到耶稣基督教导的真正内容。圣经无论是在马太福音21章，或是马可福音11章，都告诉我们这棵无花果树它长满了叶子。按照了解，长满了叶子的无花果树应该是在夏天，这个时期应该是预备结果，或是已经长满了果子。所以这一段经文，耶稣找不到果子，这在意义上面呢，有其他的不同的意思。就是说，耶稣基督饿了是一种比喻式的说法。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，我们可以从这个马太福音第25章35节的经文来看，耶稣说：“因为我饿了，你们给我吃；渴了，你们给我喝。我做客旅，你们留我住。”这个不是真的耶稣饿了，而是一种比喻，或是一种等比的方式。那表示了上帝国的工作，将来我们要面对的这个审判。今天的经文也是如此。当耶稣说我饿了，不是说他真的饿了。然后重点是我们没有东西可以给他吃。无花果树在这边是比喻说我们不结果子，在这边应该要有果子的节期，却空空如也。这个结果子的节期基本上是所谓的末后的日子。那耶稣饿了，也或许我们可以了解成上帝在末后的日子向我们要成果，但是我们却没有果子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空占地土，我们空领了恩典。这样的树应该是被移除的啊，就是今天说的咒诅。因为我们浪费了土地，我们浪费了水分、养分、日光，所有的上帝的恩典。守节期是一棵树木在接受各种养分，我们说上帝的恩典照顾以及呼召。但是呢，该在结果子的节期却表现出我们是没有生命的果子，我们没有表现出一个该有的生命，是可以用那种圣经里面举的说那个好的种子可以结出100倍，结果如果不结出这个100倍的果子，只好被剪除这样的比喻在另外一个耶稣基督的教导里面，两种果树的教导里面也提到了。这是在马太福音第7章15到23节的经文这样说到：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。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？蒺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？这样，凡好树结好果子，唯独坏树结坏果子。好树不结坏果子，坏树不能结好果子。凡不结好果子的树，就砍下来，丢在火里。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，就可以认出他们来。那些长满叶子却不按时期长果子的树，就如同有人称耶稣基督说：“主啊，主啊！”耶稣说，这样的人不能都进天国。而那一些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。那一些遵行天父旨意的，就是能够活出好的生命，结出果子，这样的人才能进入上帝的国度。否则，就像马太福音第7章23节耶稣基督所说的：“我就明明告诉他们，我从来就不认识你们，你们这些作恶的人，离开我去吧。”这就是代表那一些被咒诅的无花果树一样，他们就失去了永恒的生命，因为他们没有按节期来结果子。